啊，恁哪这么真来啦？警察真正他个背开啦！可以领较济哦。无，伊家己点的哦，甲我嘛负气啊！开始在讲日本话啊未？全部私のせい。安尼你哪走袂去啊？疲れたら休んで。迷惑してないようにしましょう。我来走。先輩，安尼有加班费吗？我甲你讲，做咱这道的吼，千万唔通博感情。厝骹甲业者的关系是交易，这点若是看不清凄惨落魄的，就是你家己。不过做这道，嘛明你拢无感情，若无吼，就无法度建立关系啊。所以恁的意思是讲，爱对我有感情，我唔通伤过有感情。